政府要加重扣囤房税，不过不动产业者就烦恼讲，这款措施效果有限，厝主可能会把税金踏去厝骹遐，这厝税就会随起去日。另外，若总有几若间厝毋是家己住的，伫无同的县市，就会照地方的规定税率，上重会扣4.8%的囤房税。 新制房屋税差别税率2.0方案7月对外公布，囤房人未来会加扣税，真侪厝的人毋是家己住的厝主，未来爱加交税，嘛互外界伫烦恼，敢会加这的税金互厝卡加交呢？对我们房东是有负担，但是负担不会很重。你给我们房东有一个借口，在跟房客增加房租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建商有的房子卖不掉，你还讲他是囤房，这个是很不合理啦。我们认为是真的走火入魔了啦。政府用逼到这样，只是讲白一点，做不下去，大家都会减量嘛。不动产业者表示，这项新制无度压制厝价，恐惊也有可能造成房市强势失衡，厝价颠倒未落。另外，针对这间厝的人扣税问题，也是这个讨论的重点。准讲民众伫全台湾有8户厝，其中3户家己住，厝内5户毋是家己住，安尼就会防扣囤房税。不过，若是这5间伫无共县市，就会因为规定无共，扣2%至4.8%不定的囤房税。 以这个总价值计算，而非以这个户数来计算，才具有公平性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很多这种偏乡地带的这个房屋呢，是透过继承取得的，所有权人他并非刻意要囤房。那这个呢，当然也会衍生到公平性的问题。虽然是全国归户，但是我们的那个税率还是授权给地方政府去定，所以这部分他们可以因地制宜，在这个范围内去定差别税率。依照目前政策方向，未少地方政府的房屋税自治条例，恐惊拢需要搁再配合修正，搁加确定系统甲人员训练这问题。若做要如期伫明年7月上路，恐惊也搁有一寡行政作业要克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